哎，有准哦，这厉害哦。对了，腾哥啊，腾哥，好，快点。腾哥，你跟我萧敬腾哦，腾哥，叫你萧敬。你讲的是腾哥，腾哥。无要让啊哦，好，要唱啊哦。好，来 ，Kevin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若来到公园眼科吼，恁就一定爱食这个冰啦吼，有足侪无共款的口味呢，所以除了土凤梨酥嘛爱食这个冰。啊，这个吼，我今日是点名来食看卖啊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就是吼海盐焦糖的冰。好，我知影要出啥物台语题目，请问焦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焦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焦糖的台语哦，焦糖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牛。快点，我把书来，你讲，你一定袂晓吧？牛呀！你唱了，你先讲。你先讲，你感觉焦糖的安怎讲？我一定唔对啊，试看卖对啊。加油加油来加油哦！我会使甲你讲啦，糖是放头一字。哦，跟我想的无共呢。念法无共哦。我无讲，我对你伊若甲真好啊！你讲糖放头一字，糖什么货？对啊，两字呢。对，腾超会打。袂歹呢。真的是安尼吼。对啊。带来，我想一下。所以讲无可能是超回答哦。超回答有啥哩？系啊。那你无你就调换试看卖。腾哥，哦，哎，袂歹哦。哎，有准哦，这厉害哦。对了，腾哥啊，腾哥，嗯，好，快点。腾哥，你跟我萧敬腾哦，腾哥，叫你萧敬。你讲的是腾哥，腾哥。我们的老亚，腾哥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腾哥？卖啊，老师。不要紧，这边我想应该嘛是无猜的哦。来，嘿，腾生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那可能是霜啊，糖霜啊，我唔知啊，腾家，哦，袂歹哦。点啊加加？那一个对，咱个小时候你食迄个呗，那个麦芽糖迄个，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你知影骷髅家迄种一袋，我以为焦糖迄种一袋，对啊，差不多。赞哦赞哦。我哋有落街，嘛是有道理啊，试看卖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腾家，腾家，是不是腾家？点啊加？老师就可怜的表情，老师嘛唔知要安怎嘞。我给他能记好啊，有人安尼讲啊，艺术，你可以吧？安尼老师拍谁3.5分？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讲安尼有对嘛？差不多意思啊。有可能接近对啊嘛，有可能还佫有一寡寡问题，因为是倒位的问题？啊，你就是唔对，好，对啦。今嘛要安怎？一定要有人做公亲啊。老师是一个安尼，一个安尼，啊，但今嘛要安怎咧？我是认为看咱的大会，哦，要算无？啊，大会讲两边拢1分呐，哎，白手。两边拢1分哦，袂歹哦，可以开始。卖话两就好嘿。对啊，这哦，较少人去念啦。你等下，咱来听老师讲者是安怎？好，来，老师。主要是讲另外一个叫啥？腾哥哦，腾哥啊，甲腾家，那这两个比是腾家会较接近，因为腾哥无一定是迄个色。腾家有可能就是迄个色，啊，毋过即摆问题就是讲啊，这是新的词啦，新的词就是讲可能还未形成一个足固定的讲法，所以有几哪种无同的讲法，哦，啊，几哪种无同的讲法，有人讲汤乌，因为伊就是看起来变敢若乌的，啊，所以有的人是讲汤乌，啊，有的人是讲迄敢若是安尼熬足久的。
所以嘛有人讲熬糖安尼。熬糖。嘿，所以讲拄则讲的讲，糖加来讲，其实会使考虑，毋过就是讲爱控加，可能就是迄个色真正有够遐尼深。是，安尼哦，两边拢1分安尼。来分数来。来，咱共心要得到4分哦。好朋友得到1分哦。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开始啊！请问良心酒九百出世是形容什么款的人呢 ？A. 教饭护卫 ，B. 稳胜卖名 ，C. 臭头仔嘛会做皇帝。哦，恁有10秒时间。是，到底是嘿哦，这真好多这形容什么款的人哦？就高白出世。就高白出世。这对囡仔来讲吼，就应该较唔知。对啦，这若有咧看布袋戏的、啦歌仔戏的、听广告的，应该有听过。来，上尾5秒。你的风险刚刚不能开4、3、风险刚刚不能开哦。1，请起答案。来停，来恁的答案是。起来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哦，这较有影较无共哦。这风险拢哪有？是，是安那阿静，你选 B 咧？阮团队一致认同是臭头啊，嘛会做皇帝，但是为着要把迄个风险分散，所以讲你选 B。对，由你来牺牲。无紧。阿姨话咧，阿姨话你是安那感觉是 C？因为我是照伊迄个。伊的字落去翻的啦，伊讲伊是良心嘛，伊照狗仔的腹肚来出世。啊，臭头仔伊就是皇帝命嘛，臭头仔伊嘛会做皇帝，伊本来就是皇帝命，代表讲伊虽然是对狗仔的腹肚出来，但是伊本来伊就是良嘛，伊就是皇帝嘛。是，所以我是信臭头仔嘛会做皇帝。哦，嘿，袂因为伊出身家。无唔对。对。好，来这边咱就爱问一个吼。C。是，我要问一个爱。你是安那是 A 咧？我感觉是卖人的。我卖人的。你无啊？你即摆是安那？你良心足9百出世是无？哈，我感觉是卖人的，无好听的话。对。若是做皇帝，就讲你做皇帝就好啊。你即摆是安那？就算水咧。就啊！你良心足9百出世哦。是，无唔对。啊，嘛是有这可能啊。你睇咧，你因为我在想个，迄你看起来敢若是歹伫遐出好顺。歹伫出好顺。敢若是安尼意思啦，对啊。好，不过正确答案我都唔知啥哦。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答案是。C。风险分开啊！来 B 花旗。请起落去。嘿，来，咱这 A 花旗。啊，艺术是安那是 C 咧，爱问老师哦。好，来老师。就是有拄仔讲的啦，有咧看歌仔戏、布袋戏，应该是有些会听这句话啦。嘿，即个0甲9吼，当然一般拢讲0就敢若上顶皇帝嘛吼。9啊，其实就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毋过拢定伫咧俗语内底变做是安尼，敢若足低地位或者是足歹的物件吼。毋过即个俗语本身伊就是咧讲。C 这个选项的这种算做直接就套啊啦，拄则迄个是中药哟，就是咧讲迄对无毋对咧，对臭头仔是意思讲出身足低足歹的，少所谓就是讲其实伊是未来做皇帝，毋过伊可能出身歹，头先互人看袂起，毋过伊拍拼也是会做皇帝，就是安尼对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这就跟咱做人共款嘛，出世无好。以后唔知影哦，无定就拼起来嘛是大头家哦。对，所以跟咱共款，拢爱拍拼啦。